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拍破过去以座谈会形式，市长黄伟哲就届满周年记者会发挥创意，邀请属农工商的代表甲各界顾问共同来到全美戏包场，看黄市长主演的阮南市政搜查队这出电影的首演，嘛同步网络直播。片中市长以新闻主播来将市府这一冬来推动的市政成果，以呈现伫市民眼前。欢迎收看阮南市政搜查队，我是主播黄伟哲。这一年来，台南市有许多重大的建设，今天就要跟各位来个大揭秘，告诉各位为什么这一年来台南市的市政有进步，而且还进步得不慢哦。片中对青叶市政成果、市民对市政的感受以及幕后英雄的努力等三大主题串联，毛市长认为市政满意对旧年的4成，到目前已经达到6成6，这是人民上界直接的回馈。伫首映会现场完全比照看电影的流程，特别是用台语录的看电影注意事项，趣味内容拢互来宾印象深刻。真正是做特别的97周年市政成果报告。今天这个是破纪录的那个串集那很少有市长想这一个方式来表达，而且有亲和力。很多的市政也透过影视、视觉来加强更深的印象，而且也把台南市最近进步的地方一一的展现出来，相当不错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也是就任1周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表会。其实电影演刷，听讲也有人感动到流目屎，会后市长嘛伫门口欢送贵宾，比学了演了真好。小心楼梯哦，演了好，正面。全美戏院是台南非常早的一个戏院，在市民心目中有其特定的地位。第二个，全美戏院的电影看板一直是我们严老师，一直是上至总统，一直到一般民众都是非常肯定的，甚至于连李安、威尔史密斯等等的国际影视或者是导演的一个重量级人物都非常肯定严老师。所以呢，我们选择这个地方用一个影片的方式来诠释这一年来的努力，我觉得比我们个人去讲一些长篇大论还要来得简洁。那基本上我们就让他很一个平常的一个心态来度过这1周年。为了市民的肯定，就是市府团队执政上大后盾，期待未来3冬因将继续努力，互台南更较好。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交通部长林佳龙受到立法委员林俊宪邀请，24日来到台南安平野国码头视察，实地参观游艇的园区，并听取业者简报，说明园区未来规划方向。台南市长黄伟哲在听完简报了后表示，地方政府会配合中央，全力来协助。在刚开始要动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想说，可能吗？阿平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在游艇事业上，在台湾还没有成熟的游艇市场里面，能够有
这个立足之地嘛。那可以事实上看起来，今天看回顾那个时候是很成功的。那所以我们恳请地方政府一定全力配合，那恳请我们港务公司交通部在整个大政策的整个大环境的指导能够加速进行。安平港先天条件好，距离市区嘛无远，交通便利，因此非常适合推动蓝色公路水上休闲发展。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将会全力协助推动。安平港的条件在投资者来讲是相当这个适合哈，来发展游艇的产业。那以这个游艇其实它是整个产业链除了台湾也具备游艇制造的能力那这个整个配合观光度假，好像对于我们台湾港务公司所属的港口不只是我们作为工业或商业之用，未来可以结合我们的蓝色公路这种水上休憩的产业发展。那也很高兴看到第二期更重要的这个规划在环评已经通过了环差就是小组的这个审查。那这个进一步我们会展开招商，那也会结合我们市政府大家一起来推动蓝色公路跟这些水上的油气的相关的产业。业者表示，安平游艇码头未来建设完成后，将会成为台南观光的新亮点，并会透过游艇产业以及旅馆业者的进驻，带动地方的经济，卖当增加就业机会。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成功大学建立多元以及多样的产学合作人才育成平台，层叠计划作为后盾，希望透过甲业界携手合作，培育更多国际人才。24日，成功大学甲台达电泰国子公司 DET 签署合作备忘录，透过合作，为伫成大学习的泰国以及印度学生，争取到跨国企业实习的机会。跟泰达电的合作，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之一。我们未来还会积极的跟所有的企业去培育台湾跟整个海外所有的基地需要的人才。那事实上，成大在泰国已经建立了所谓跟马希朵最好的泰国大学建立了共同研究中心。这个事实上是我们未来除了跟泰达电的合作，事实上还可以更积极链接所谓的在创造价值生态系的一个合作方案。因为我们一直在谈泰国未来的他们的一个建设，他们所谓的泰国4.0，事实上，成大现在一直在积极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跟泰达电的合作，可以更积极的促进去参加那个整个泰国所谓的4.0的一个发展计划案。层叠计划目的伫咧结合生态甲企业资源，发挥1+1大于2的效应。这次甲成大合作 DET 公司也表示真欢喜，甲成功大学做伙培育国际人才，跟学校一起来合作，让学生能够走到产业界的时候，马上能够上手。所以我们这个是一方面协助学校找一些学生，第二个协助学生在寒暑假的时候能回到他的母国去做一些训练。做一些这个 internship 就是攻读啦，甚至于说他如果不想回去，在台湾也可以做一些攻读的习惯，然后让他晓得这个我们的一些公司们每天每日在做些什么东西，公司的展望是什么，公司 future 怎么走，这样子以后他们在这个回到产业界，以后毕业了要到我们公司就到我们公司，不到公司回到他本国去做一些服务。好，那这样对全世界的人才培育，对他们对台湾的了解，这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伫层叠计划当中 ，DET 公司提供成大泰国学生遴选寒假也是暑假转去到泰国实习，不但会提供来回机票，伫当地还会提供住宿，还有专车接送上下班以及奖学金等。希望透过福利补助，增加学生企业重视度，留条上优秀的国际人才。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来自台市南平、麻豆、新华甲新兴等8间成立自责教育甲科技中心的学校，伫记者会现场展现因不断实验动手做的作品，有市长相当兴趣亲自来体验，并且见证因丰富成果。当然，这次教育局就是要邀请所有亲子25到28号拢来体验甲参观，感受以太空为主题的科技周。
希望有好的设施设备呢，能够来支援每一所学校在108课纲的科技领域的教学，让孩子是动手做，所以我们叫做制造的中心跟科技教育中心。那动手做对于一些那个抽象思考能力没有那么强的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起源，因为先动手做，那么做出兴趣啦，接下来再告诉他一些原理，那么孩子上课就不会睡觉。这个大概就是科技教育领域动手做。我想我们在因应108课纲所谓素养导向非常重要的一种教学另类的形态。根据了解，咱台南有8间教育科技中心，已经是全国上济，而且相关的师资到位。市府强调，台南已经准备好科技教育的扎根。对此，市长甲所有贵宾嘛伫布置成花册表面，宣示到底基础科技教育的决心。不管是所谓的 AR、VR， 不管是 AI 或者是这个自驾或者是无人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朗朗上口的这个科技名词，但是背后却隐藏了非常非常多的基础教育的努力。所以我们期待借着我们科技制造中心呢，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同学能够找出他们自己的方向跟自己的兴趣，而且能够下功夫去做努力，这点是很重要的。那这些年来，近几年来，我们台南市的科技教育都已经有卓然有成，不管参加国内的竞赛或是国际的比赛，都有拿到许多奖杯、奖牌。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谢谢过去老师们跟同学所做的努力。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月这群分家人，包括乡村、北门等6间偏远国小学生来讲，因为交通、生活机能等资源相对不足，较少有机会接触到艺文教育。所以伫圣诞节当天，台南市第1间5星级酒店甲分家人风管处以及台南市美术馆合作，互因有机会来到市区大开眼界，启发囡仔对艺文的兴趣。更重要是鼓舞因加强双语教育。我们的学校应该是现在开始就要有英文的教育，因为未来在整个世界里面，全世界在走出去的时候都是真刀真枪的，而不能够像我们现在要到英文的国家去做生意，还要带翻译，这是对其他的国家会看不起我，所以我觉得要能够把这些我们的主要的未来主人翁教育得很好，要让国家能够一棒接一棒，就是在教育非常重要。学生除了感受5星级饭店的气氛，也正经招待因享受难得的圣诞大餐。期待这款的社会爱心会当延续扩大，对囡仔一般一般澎湃料理，会当感受因真正做满就欢喜。牛肉汤，还有虾子。对。有没有觉得很丰富？有，等一下要吃牛肉。第一次来吗？对。我上电视了吗？很好。很开心吗？对。第一次来这边。对。圣诞大餐对不对？对。很好玩。很开心。享受圣诞大餐吗？饭店也正表示，每一档的圣诞，因不管针对原住民、台南市继续日好，或是今年的偏乡儿童等弱势，拢希望抛砖引玉，互各界会当共同响应，互因感受社会无限的爱心。台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
件事。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现在看到的这两本绘本，无爱穿裙的美丽，甲爱穿裙的阿旺，是由着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的幼保系老师郑博珍带领团队所推出的性别平等甲多元文化教育的绘本。当初会创作这两本绘本，就是因为老师看到台湾现在愈来愈重视这两个议题，但是国内针对这两个议题绘本非常的少。所以希望透过这两本册，让小朋友、甲家长以及老师会使熟悉正确的观念。我们台湾的社会呢越来越多元了哈，那所以呢多元文化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的政策也非常重视性别的平等啊。那基于这个原因呢然后我们到这个国小、幼儿园去做一些这个访谈发现在小学跟幼儿园对于性别平等跟多元文化的教材非常的稀少那有一些国外翻译的可能不太适合我们台湾本土的文化所以我们就带领学生呢差不多这1年来就着手呢来创作这2本绘本一本是爱穿裙子的阿旺那最主要是阿旺是从不丹转学来台湾那么在2种不同文化相遇之下呢会产生一些冲击。那另外一本呢是不爱穿裙子的美丽那这个2本绘本最主要是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去尊重去了解这个多元的差异性然后进而能够去尊重呢跟我们自己不同的人。为了落实大学的社会责任，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也透过募资募集到的13万，出版这2本绘本，并送予社区内的国小甲幼儿园等单位作为圣诞礼物。受赠的单位代表也一一接受，感谢校方的爱心。现在大学社会责任很重视我们学校也很重视现在多元文化，还有性别平等。但是这些多元文化或者性别平等要从根做起，从小做起啦。所以那从小的教育最好的是用绘本。那我们也特别为了这个去募资这是募资平台募了13万台币，然后我们来印也感谢出版社来跟我们支持我们出版印了很多本，然后我们会免费送给相关的国小甚至幼稚园应该也可以送对，那这样对这个多元的性别平等我觉得应该是帮助很大。但是在这一个方面的教材本来就少那这个可能是少数的第一本是不是？第一本，所以这个谢谢大家的关注希望这些送给各个国小各单位图书馆对这些观念的启发教育有帮助。这2本绘本除了让小朋友学习正确的性别平等甲多元文化的观念，也让小朋友培养阅读的习惯。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
由文化部指导，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财团法人新港三月文教基金会共同举办的2019工艺之梦。今年主题分为5大展区，展出8位艺术奖赛精心创作。主办单位嘛特别举办国家工艺品牌认证，肯定入选的创作者。国家工艺品牌认证典礼在，谢谢。国家工艺品牌的这个颁奖典礼呢，带咱台南市来举行。这个典礼呢，是较早一般拢是台北咧举行。若捌有一届选去高雄。但近3-4冬来呢，咱特别选在咱台南，因为咱台南是咱台湾的府城，代表咱国家工艺品的这个评鉴的颁奖应该选来遮。那非常感谢咱新华产业公司提供这好的场地来咱斗3工。咱国家的这个工艺的水准呢，伫全世界是排正头前咱有几啊项，比如讲咱的这个竹编咱的这个天然染织，伊的技术拢是全世界公认第一的。咱国家有这样好的这个工艺，所以呢，咱认定伊是国家的品牌，甲伊向全世界来推广。这次总共有500多件作品参赛。主办单位邀请多位国内外艺术家担任评审，最后选出73件精彩作品入选。每一件拢是具有独特艺术涵养的精品，展览相当的精彩，观众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爱与伤痕工艺音乐会即将伫咧明年1月3日以及5日登场，分别伫咧台中国家歌剧院以及高雄卫武营音乐厅举行。音乐会邀请到国家文艺奖得主曾希文教授担任指挥，甲英七室内管弦乐团共同演出，将泡泡龙病友的故事甲音乐结合，希望会当唤起社会大众对着疾病的关心。这一次成功大学和英气文化艺术基金会一起为泡泡龙病友所举办的公益音乐会，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让社会大众更认识这群在台湾大约只有100位中重度患者的先天遗传疾病，伤痕非常的不美丽。如果您有机会看见他们身上的伤口，但是爱可以让伤痕绽放美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受伤的经验，但是透过这场音乐会，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故事里面看见，在伤痕当中仍然奔放，仍然有勇气的力量。我想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我们所有的音乐会的门票收入都会捐赠给台湾泡泡龙病友协会。非常谢谢大家在1月3号和1月5号分别在台中国家歌剧院还有卫武营的音乐厅有这2场的音乐会，邀请大家购票进入音乐厅，听见这一些美丽的生命故事。除了有成功大学帮忙，社会上还有真侪知名人士嘛投入公益行列。国际网球好手谢淑薇嘛特别为协会拍了一支公益影片，用行动支持泡泡龙的朋友。非常感谢成大医疗团队跟成大伤口照护中心，他为我们泡泡龙病友呢要来做一场爱与伤痕公益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呢，他们呢在行政方面呢，这些费用呢由他们去做募款，但是卖票所得呢要捐给我们泡泡龙协会。目前的医学对着泡泡龙症也是无法度根治。新代医疗研究团队多年甲国际合作，研究致病基因，提升诊断治疗，采用个人化治疗方式，预防也则是减轻并发症的产生。目前嘛开始建立基因资料库甲遗传的储存。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这里边一般外科主任表示，有一名职业军人因为生活压力甲饮食习惯不好，5冬内体重一路增加到126公斤，不止造成身体负担，连困眠拢严重障碍。患者伫经过各种的检查拢无效以后，最后找医生采用胃切除手术。透过微创方式，将胃切掉7-8成，只剩像水管形状的胃来降低食欲。目前对手术到准要2冬，已经减了66公斤，成功找回健康，嘛找回困眠的品质。
那今天提到这个个案的话，大概是说原本术前大概是126公斤啊，那他的 BMI 指数有达到42。那在经过这个手术之后，我们比较乐见于这个手术的话，其实是很稳定，然后很平缓的，慢慢的体重下降。那这个病人因为配合度也相当的高，那我们平均是1个月差不多瘦4到5公斤这个步骤慢慢瘦。那大概瘦到1年半左右哈，瘦到大概他到一个谷底了，好，大概瘦到60公斤，所以总共减了66公斤，甚至已经减到1半以下的体重了。那在1年半之后到因为最近刚好满2年了，那病人也是因为已经有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之后，也能够体重继续维持这个状况。医生强调，只要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达到40，就算是病态性的大考，拢当透过手术来减重。只是各种的手术也是有风险甲有缺点，需要详细来评估。其中这款小转位方式才是目前的主流。不过重点嘛是要配合上界重要的饮食习惯甲运动。今日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